誰？春秋都只聽天地候令，天明，誰能扭轉運程？誰無誰，亂局亦一樣人定，誰在篡改劇情？別高興，別以為叫始祖，萬歲千歲都會以你意願來營造。下一世別理誰叫高祖，別要賭，天命最高。不需一邊半速便命定，他年輪迴今世劇情，誰望誰亦在理